隻手咬得咁緊咧，因為中段有啲級數啦。原本自己打法係打攻球同埋其他嘅所謂遠，但係嗰段時間就變咗進攻多咗啦，衝突咗，所以提翻自己應該按照翻第一局嘅打法出嚟就之後就可以企翻好陣腳啦。嗱，對於今場嘅表現，伍家朗俾自己80分啦。佢期望下一場嘅賽事能夠繼續用放鬆嘅心情去打，享受賽事之餘，亦都能夠做出賽前嘅部署。無線電視記者林宇軒，巴西力約現代路報導。當地傳睇下，泰國南部過去一日之內多處發生炸彈爆炸，數架星期華欣、琴晚同埋今朝早之後發生連續炸彈爆炸，更加有等地都有炸彈爆炸，一共造成最少4人死亡、32人受傷。呢個就係咪咪成日企上去望街嘅窗台啦。但咪咪唔會跳落街嘅喎，咪咪望下啫喎，係咪？咪咪就算我開咗窗，都唔會跳落街啊，係咪？咪咪驚添。呢個拉仔啦，拉仔又係尋晚，所以今晚冇冷氣嘆，吹風扇。適逢長假期前夕，酒吧街人流眾多。當地一個小食檔販傷重死亡，傷者包括多個外國遊客。軍警在場調查，發現類似鋼珠同埋鉛片等，初步認為係土製炸彈。現場又發現一部手機，相信炸彈係用手機引爆，企圖造成人命傷亡。另一個著名旅遊點布吉嘅巴東一個景觀附近先後3次爆炸。至於喺蘇叻哈尼，兩間相隔只有300米嘅警署，30分鐘入面亦都接連有炸彈爆炸，1死3傷。而堪拿布一個市場外亦都有2個炸彈爆炸，隨住爆炸，布多個市集凌晨起相繼起火。泰國警方話，事前收到情報話會有襲擊，但係未能夠掌握時間同地點，正調查多宗爆炸同埋起火事件係有關聯。初步認為本土破壞係以所為，同國際恐怖主義無關。無線電視記者曾孝書報導。泰國幾日前先公投通過軍方支持嘅新憲法，但報道說爆炸時間相當敏感。特區生話襲擊係要超越軍方，亦都有分析指出今次襲擊同南部伊斯蘭分離分子過往架掛神口法相似。泰國唔到1個星期前先至公投通過軍方支持嘅新憲法，進一步鞏固同擴大軍方政治權力，被視為軍政府嘅一次勝利。不過事隔幾日就發生多宗炸彈襲擊，襲擊地點所在嘅巴蜀、蘇叻哈尼同布吉府支持新憲法嘅民眾佔多，政治取態上被視作係支持軍政府。布吉同華欣都係兩線地，華欣更加係泰國皇室行宮無憂宮所在，加上襲擊正值皇后生辰，因此針對軍方同皇室嘅意味相當重。加上新憲法地球已能夠帶嚟穩定嘅願景，連串爆炸正係要將個願景變為泡影。襲擊嘅目的係未明，有分析認為公投不通過4分幾鐘夠㗎啦，咪上傳都麻煩，上傳都好多時間。